富帅，我们知道他富啊，不知道他高不高啊，不知道他帅不帅，但是他有钱啊，但是他也敬钱啊，对不对？很有道德啊，十诫都遵守啊。他来问耶稣，耶稣怎么跟他说？你要把你的财产卖掉，然后分给穷人，这样你就可以积财宝在天上。然后你要来跟从我。跟我们刚刚读的经文，耶稣后面跟彼得说的一模一样。你要来跟从我。圣经里面讲这个年轻的人最后怎么样？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圣经里面说，因为他怎么样？很有钱。不是说有钱不好，所以要来跟从耶稣，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有些年轻人让我去专讲，他最喜欢听的题目什么啊？我们年轻人跟我讲工作啊、婚姻交友啊、感情啊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里面说还有呼召。你想听呼召？什么是呼召？我们觉得上帝呼召我去做什么？上帝呼召我去干嘛？我们想要做一件大事，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呼召是很可怕的。耶稣对这个有钱的年轻人，这个呼召很可怕，变卖掉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如果今天耶稣这样跟你讲，你愿意吗？这个呼召有代价的。对彼得也是啊，他没有跟他说你会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你会做一件很多么怎么样的事情，而是你将来你有可能会遇到死亡，然后你来跟从我。弟兄姐妹，跟随耶稣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。我们常常说跟随耶稣就有平安有喜乐，对，没有错。但不一定你就是顺顺利利的。有的人受洗马上怎么样？就碰到困难，开始碰到很多事情，家里面出事情，工作也不顺利了，他开始怀疑，哎，我信的上帝是不是真的？可能受洗的时候之后，你走的这个信仰的路才刚开始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主啊，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？有时候还真难讲，讲到后面是会流眼泪的。耶稣，你知道，为什么你还要问我？你是要我跟你走同样的道路。如果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，没有认清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，我们很容易碰到挫折，我们就会离开耶稣，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会聚在这边，是因为我们认识主，主也呼召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主也认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这边。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工，一起服侍。我们除了让主认识我们，这样讲，主题认识我们，就是我们学习去更认识主，我们还要认识跟我们一起的同工。当耶稣预言彼得他之后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彼得是什么反应？彼得没有说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是我？
直接指着旁边的人说：“那他呢？他将来会怎么样？”在他旁边的可能就是那个约翰，耶稣所爱的门徒。当耶稣跟彼得说你将来会怎么样的时候，彼得的回应是：主啊，那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呢？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人的反应。有人跟你说：“哎呀，你会怎样的？”他马上那这个人呢？他马上就比较起来了。如果我将来是这样，那这个人呢？他将来他活得好好的吗？还是他跟我一样？还是他比我更惨？他死得更惨？他想知道，主啊，这个人将来怎么样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我们服事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去跟人家比较，为什么做这么多？他就是做那一点点。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加到我身上？弟兄姐妹，耶稣跟彼得说什么？那个人怎么样？与你无干。那个人怎么样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过好你自己就好了，不是顾好你自己，做好你自己就好了。你今天跟耶稣的关系，你今天跟上帝的关系，都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。别人跟耶稣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？那是他跟上帝的关系。你今天管好你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就好了。那个人怎么样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来跟从我吧。他今天说那么少，我也要说那么少。他今天都不服侍，我也不想要服侍。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，今天上帝怎么呼召你，你怎么回应上帝，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你管好这个就好了，你就来跟从我吧。其他的人跟你无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其他人跟我们无关，但是实际上，我们都会被这些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。就算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同工，说我们回来认识我们自己。我觉得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认识我们所跟随的主。当我们挫折的时候，我们会问：那你知道我怎么样的？当我们再次遇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会问我们：你认识我吗？而不是我们去问：你知道我怎么样？是耶稣会问：你认识我吗？彼得回答耶稣说：主啊，你知道。你本来就知道，你为什么还问我？当我们更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心甘情愿的、愿意委身的跟随耶稣。当彼得到他老的时候，他写下了《彼得前后书》。他到他老的时候，他重新看他自己跟耶稣的关系，重新去看他的侍奉的生活。他很老的时候，他写下这句话，在彼得前书里面，他说什么？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们做长老的人，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，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感心，不是因为贪财，是出于恶意，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，那个大牧人再次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必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然后彼得勉
切的忧虑献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想到当初彼得碰到这些忧虑的时候，他是离开耶稣去做他原来的工作。他老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上帝，因为上帝会看顾你们。然后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”弟兄姐妹，所以他这里是写给做长老的。当然，我觉得不是只有长老而已。今天年轻人来教会，我们的年长，我们教会的资深会友，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在教会里面的年轻人？如果我们